就拜拜拜拜，摇摇客气啊，那这是什么态度？可能只人苦，去注重世气太难放火，又叫做后悔，卡来分天分地，两个人做伙，一肩膊心膊，一肩膊光体。那么朋友甲分头陪我伫世间面是黑白，我讲甲嘴甲全土，你到底是去想偌济？特别听过这边放这杯，走回来。